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爱妈妈。若要讲大部分的人拢爱食的青菜，高丽菜应该排足头前的，甚至无啥爱食菜的囡仔嘛拢要食高丽菜。高丽菜毋是本地就生伫台湾，高丽菜安怎来到台湾？即马阁是安怎种伫倒位？台湾的高丽菜甲别个所在的高丽菜有啥物无相像？今日我来讲高丽菜。高丽菜毋若是台湾人爱食，外国人来到台湾食到咱的炒高丽菜，嘛拢会感觉讲足好食的。因为伫国外的高丽菜拢较硬丝，我捌买过迄种是安怎控拢控袂烂的高丽菜。后来才知影讲，若买着足甜的高丽菜，上好是切做丝，青食较适合，也无就是独独的落去包水饺。台湾高丽菜到底有偌特别？若是伫美国的亚洲超市内面，还佫会大大字注明讲是台湾高丽菜，这代表食起来甲台湾高丽菜是相像的，因为佫脆佫甜。国外的高丽菜毋是安尼。高丽菜是安怎号做高丽菜？讲法有真侪款，上接听到的有两种。一个就是讲日本时代为着要叫大家食较侪高丽菜的，就请一寡为韩国来身材看起来真勇健的人来宣传，讲食了会甲因相共，身体加较勇。迄当阵韩国嘛号做高丽，所以就甲这款菜叫做高丽菜。毋过台湾的高丽菜，伫日本人来进前，也是才来广告的韩国人来进前就已经有啊，所以照你讲，佮较早就应该有伊的名。所以嘛有历史专家讲，这款菜是生伫欧洲地中海迄附近，欧洲人咧食的，而且伫荷兰人的时代，因的记载都有写着高丽菜。所以应当是迄时17世纪的时阵，对荷兰人来到台湾的。高丽菜，高丽应当是荷兰人讲的 kool， 这款或者 kool 的菜，讲久就变做高丽。伫大清时代官员的记载是甲写做番芥拿，就是为外围来的芥拿菜，是讲台湾的高丽菜应该毋是荷兰人直接为欧洲带过来的，因为荷兰人要来台湾进前，因就伫印尼咧种高丽菜啊。所以台湾的高丽菜真有可能就是荷兰人为印尼炸过来的。高丽菜甲青花仔菜、大头菜、芥拿菜拢属伫同一个家族，含即几档伫台湾嘛有种的羽衣甘蓝嘛算是同一族的。这个菜是生了真无相共，要安怎算是同一个家族的？食物专家讲，因的祖先是同一个的。拢是野生的甘蓝演变过来，只不过伫这个演变的过程，有的是叶仔变足大叶，就变做芥拿菜，也是羽衣甘蓝之类的；也若是头变较大的，就变做大头菜啊；啊，若花变较大蕊，就变做青花菜。日本政府伫台湾要推广高丽菜，因为伊有影好食，营养佮方便。方便的意思是讲伊会当放诚久，袂像迄款青叶仔菜真紧就漚去。而且一粒高丽菜足有量的，会当炒几若盘，一粒会当食较久。高丽菜本地是生伫较寒的所在，毋是生伫像台湾遮尔烧热的所在。台湾的气候较热，寒人较短。日本人因来的时阵，就开始研究讲要安怎改良，互高丽菜毋惊热。本地日本人来的时阵，种的是一种叫做山地的高丽菜。后来是伫即阵邦桥港仔喙迄个所在，有人家己开发出一款新的品种，
或者叶青，叶爱叶，深色的深。日本人把这个品种叶青摕去甲日本的品种交配。伫1953年的时阵，就开发出热天种、秋天就会当收的高丽菜品种，或者初秋，初期的初，秋天的秋。其实这款初秋，日本人较无遐尼介意，因为伊较软丝。日本人的食法是足爱甲高丽菜切做丝的。这款初秋较白，佮较软，生食较无适合。毋过初秋伫台湾试种成功了，台湾人是足爱食的，因为伊好炒佮会甜。一直到今日，台湾产量上济、销路上好的，也是初秋这款高丽菜。毋过天气是哪来哪热，初秋嘛哪来哪歹种，所以遮的食物专家也是继续研究佮较耐热的品种。上早改良出来，号做228。这款高丽菜，伊毋惊虫，佮会当挡风台，会当种伫较烧热的所在。毋过，这个品种食起来较甜，所以伊的销路无遐尼好。真济是摕来包水饺。新闻内底嘛会报讲，即马佫有新的，像台中1号、台中2号，伊的叶仔佫较大叶。而且是种伫平地，食起来就像高山的高丽菜。真侪人拢认为种伫较寒的所在，看起来形是尖尖的这款高丽菜较好食。这背后是有原因的。食物伊日时的时阵是咧进行光合作用，暗时的时阵是咧呼吸，就是喘气作用。所以若日时光合作用会当互伊制造较侪营养分，到暗时的时阵，伊就是咧甲遮营养分个用掉。温度若较低环境，伊暗时迄个呼吸作用、喘气的时阵，伊会变较慢，所以食物就会当累积搁较侪，伊日时收集落来的遮营养分就会变较甜。所以就算是同一款品种的高丽菜，伊种伫较寒的山顶，确实嘛会变较好食。佮再来是尖形的高丽菜，敢真正会较好食？像是圆形的高丽菜，嘛有可能会变尖的。咱若看外表，高丽菜会当分做3款，大约就是分圆的、边圆的，也是尖的。上接看到的初秋这款，就是边边圆的。较慢才开发出来的雪喙，就是一头尖尖，生甲像一粒桃仔形。毋过若是甲初秋这款边边圆圆的高丽菜种伫较冷的所在，伊就会较紧想要开花。这意思就是讲，咱若高丽菜有时若甲破开，中迄支心有诶会当小可看到细蕊的花，迄款就是抽较紧，准备要开花的高丽菜。若是甲本地圆的高丽菜种伫较寒的所在，伊为着要较紧开花的，嘛会抽长，所以外口的形看起来就会变尖的啊。总讲一句，温度是足重要的，嘛因为较冷的所在种出来的高丽菜较好食，佮因为热天人伫平地伤过热，无法度种高丽菜，所以山顶就开始种高丽菜啊。这差不多是啥物时阵开始的？山区开垦落种菜，也是种水果，是1950年代咧开中华公路的时阵，为着要互遮的做工的农民因有通食，就伫梨山遐开垦。武陵、清境、福寿山、西堡农场，拢是迄个时阵开的。农民就伫山顶咧种菜甲种水果，因为梨山的高丽菜足好食，变真出名，价销阁足好诶，所以山顶就愈种愈侪高丽菜。一直到2004年面拄哩风台来的时阵，因为开垦了伤侪，造成崩山足严重诶，政府才开始做水土保持，减少去遐种菜。而且伫山顶种菜，都要野农药、抗肥料，
遮个物件拢会造成山骹的污染。所以政府即马嘛拢鼓励大家毋通食伤济高山种来的高丽菜。现主是伫适合种高丽菜的秋天甲寒冷的时阵，主要高丽菜是拢种伫彰化、云林、嘉义。也若是热人的高丽菜，大部分就是拢为宜兰、台中、南投海拔1500公尺的所在种出来的。当然，因的价钱嘛会较悬。即马真侪高丽菜是拢用机械挽，毋过若是用人工挽的，有的人会甲伊下面的叶仔留落来，互伊继续生。过一阵仔，伊的边仔就会布5-6个眼，这就是高丽菜眼。所以高丽菜眼毋是还未大丛的高丽菜，是高丽菜收了，为边仔佮布出来新眼。高丽菜的好处就是会当放较久。无放伫冰箱内底，也是会当冻5-6天。听讲，若放伫冰箱，放的方向就爱从伊本底种伫土里相共，就是底向下面，安尼就会当放较久。这我是毋捌试过，嘛真晓疑，毋过会使来试看卖啊。高丽菜大出的时，就会当去拍干。客人做的高丽菜干是真好食，因是一叶一叶掰落来了。小块拍日头，然后打，毋是全部打，有软就好啊。刷落来，下盐落去烂，互伊小块有出水，毋过水毋通倒掉，是全部拢总放伫一个大诶塑胶袋内底，下面佮镀一空白虎铢，刷落来用较重诶石头也是水桶甲底，差不多底2-3工，伊就会变酸，遮个水嘛会流出来。才搁摕去拍，拍的时阵就爱较接扁的，暗时啊收入来才搁烂，安尼才袂变顶去。也若是搁正淡的时阵，会使搁拍一遍，毋免拍到全部拢焦。也搁是黄色的时阵，就会当装入去玻璃罐仔内底，冰入去冰箱。要炒、要卤肉，也是要煮汤，拢真好食。今日我先讲到这。大家若是对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写批来甲我讲，也嘛请会记得订阅电子报，甲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，也是伫平台留5粒星，留话互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解有 EC Pay 链啊。真感谢大家今日的收听，我是现在的妈妈，大家再会。